迎收睇《東張西望》。嗱，今日4月1號咧都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啦。愛回家咧就會係最後一集啦。至於 EU 超時任務咧，都會永遠咁翻返去4月1號。不過其實對於電視圈嚟講咧，都係一個值得惋惜嘅日子啊。因為踏入凌晨0時之後咧，亞洲電視就會畫上句號啦。嗱，亞洲電視有成59年嘅歷史，亦都係香港最早嘅一間電視台嚟㗎。佢嘅告別亦都標誌住電視新世代嘅降臨。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有個咧係識別亞洲電視嘅特輯啦，特別邀請一班咧就係無論喺麗的咧或者係亞洲電視咧都係合作過嘅藝員同事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㗎嚇。冇錯啦，咁喺呢一度咧，歡迎晒咁多位先啊，歡迎晒。其實咧都要講一講，我都入過亞洲電視啦，不過好短時間，要同呢間電視台告別嘅話咧，心都會戚戚然嘅。今日係亞洲電視嘅最後一日，唔少市民都嚟到呢一度，用佢哋嘅方式去紀念呢一日。有人成群結隊踩單車過嚟大埔廠房影相留念，又有父母特登帶仔女過嚟認識下呢個曾經有光輝歲月嘅電視台。咁你會做啲乜嘢啊？而家喺呢一度嚟到呢一度，影多啲相，跟住翻去寫埋啲日記咯。講亞洲電視關閉咗啦，我好唔開心。內地影迷會都特登整咗 banner 同寫咗封信表示對亞視嘅不捨。佢帶俾我哋好多快樂。佢啲電視劇而家你睇過2個月睇，你又唔覺得睇厭咗？如果一句説話要同亞視講，你想同佢講咩咧？亞視，我哋永遠愛你。曾經喺亞視拍過節目嘅 Anders Nelson 都專程過嚟送上最深嘅敬意。佢就要係最後一日啦，個感覺係點咧？咁啊，好心噏啦，好 sad 啦，因為都有好多唔單止係我自己嘅歷史，都有香港嘅歷史喺度嘅。咁交接儀式又會係點呢？原來亞視同港台嘅工程人員已經喺發射站做準備，務求交接順利。嗱，亞洲電視咧作為香港以至全球華人地區裏邊咧第一間嘅電視台，咁59年嘅廣播歲月咧，即將就會告一段落啦。咁相信在座咁多位啦，前亞視嘅一份子咧，都會係有另一番嘅感受啊。同埋小 J 傾下偈先啦。哇，你80年代就已經係呢個亞視嘅花旦，你睇下大部分嘅雜誌咧都係你嚟嘅，咁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亞洲電視一個標誌啦。你自己嘅心情點樣啊？應該就係可惜嘅。不過咧喺嗰段日子咧就拍咗好多好嘅劇集，同埋認識咗一班好嘅演員同埋好嘅朋友。我哋咧時不時都有聚會㗎。咁呢一個係一個歷史嘅見證者。第日都會 keep 住有聚會啦，更加。係啊，咁啊，另外想問下潘翁啦，因為知道潘翁咧就有呢個亞視鐵人之稱啦。喺亞視裏邊咧拍好多經典劇集嘅，咁《鱷魚淚》就係好多觀眾心目中嘅一個經典。你自己又係咪真係最中意《鱷魚淚》咧？鱷魚淚變色龍，大地恩情合道風流，都係好有好深嘅印象嘅。咁但係鱷魚淚咧，其實我係最唔中意嘅，因為如果唔係鱷魚淚咧，我就唔會正式入咗去亞洲電視同埋麗的電視咁多10年啦。原來咧係咁辛苦嘅，太開心嘅。係啦，捱過啦。之前我喺香港電台嗰陣時咧好舒服嘅，入咗麗的電視咧拍鱷魚淚之後咧就好辛苦啦。你今日戴呢個眼鏡嘅造型有冇啲咩特別意思啊？哦，其實係冇事㗎，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唔好惋惜，唔好成日懷念過去，永遠希望都喺前面嚟嘅。係啦，我哋73年嘅沙灘小姐大姐妹，你點啊？我平常心啦，因為咧就係我抽離咗好耐㗎嘛，離開咗10幾年啊嘛。咁我喺度嗰陣時係黃金時代嚟嘅，所以而家嗰啲就慘啲，我 OK 嘅。好，咁我哋一齊睇下你黃金時代嘅啲歷史先嚇。睇下電視機下面有個盒仔，寫住麗的影聲，冇錯，佢就係59年前喺香港嘅第一間電視台，當年係以有線廣播。到咗1963年，麗的開始有中文台，第一代嘅演員就分別有譚炳文同梁舜燕。不過始終係收費電視，月費又唔平，6、7年碰上無線免費電視開台，更加令到收看嘅人數大減。當時又由蕭芳芳同埋杜平先生咧。73年終於可以採用無線彩色廣播制式，不過當年電視機一開着已經係無線，結果麗的電視難逃成為二奶台嘅命運。一直處於下風，麗的開始扭轉局勢，要靠呢一個系列。
由麥當雄打造嘅10大奇案同大丈夫呢一啲警匪罪案系列，以警員故事同真實罪案為藍本，寫實得嚟又充滿奇情，成功搶去唔少收視。跟住同無線一樣，開拍一系列嘅長劇，錄得唔錯嘅口碑同收視。將來我先係幫你。將來，希望到時你唔會再拒絕我。 80年代由邱德根入主，佢令麗的電視產生革命性變化。麗的正式易名為亞洲電視 ，RTV 變成 ATV，ATV 嘅金錢標誌，相信大家仲記憶猶新。而佢亦都令到亞洲電視轉虧為盈，秘訣在於一個字：慳。主政亞視嘅時候咧，晚上咧淨係準用1部電梯嘅啫，每日咧限用1卷廁紙，每一個廁所，大堂嘅親自熄燈，諸如此類，呢啲係咪真嘅啫？講到電梯呢，我就係禮拜日限佢1部，因為每個星期日咧冇乜人翻工，你無謂2架電梯24小時開咗，浪費啊！講到實質咧更加難講啦，因為有理講唔清啊。因為當時咧嗰啲同事同我講咧，即嗰個行政嘅人同我講咧，話老闆啊用到好多喎，1個月7、8千、8、9千蚊啊！我得啦，冇人派卷咯，即係點樣啦？咁每個廁所啫，每個洗手嘅地方咧，唔係一間喎，每個洗手地方咧，每早9點鐘擺埋廁紙喺度，其他咧再每個人發一卷。到林百欣接手，亞視進入輝煌時期，好多前亞視員工讚林伯肯投放資源，成就唔同類型嘅節目產生。林伯退出後，股權轉到大家都冇辦法記得。有人形容亞視股權係音樂椅，輪流由人坐，不過永遠都坐唔暖。最後由王晶坐上，當年浩然打造成為亞洲 CNN， 從來並冇實現，反而跳馬舞成為國際笑話。之後亞視情況越嚟越壞，資金欠奉，製作幾乎停頓。嚟到呢一日，呢個橫跨超過半世紀嘅電視台終於閉幕。好似段片咁講啦，亞洲電視咧都經歷到好多嘅朝代，好似音樂椅咁啊嚇。不過咧就真係聽講就話呢啲 budget 咧，即係啲數咧就比較緊張少少嘅。係咪都話咧藝人除咗要顧住自己演出之外，都好多要自己搞掂喎？係咪啊，偉哥嚇？我哋嘅時候其實都算係全盛時候嚟㗎啦，咁所以都還好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出 oversea 嘅時候咧，可能啲化妝嘅梳頭就要自己顧啦，啲嘢要自己攞啦，所有嘢要自己 arrange 咯。咁你講緊啲可能係好後期嘅。我哋初初林百欣年代，我哋出去仲有 pocket money 我記得，係咪？酒店仲有1個人住㗎。哇！不過後期我哋又練到唔使化妝啊，即係都唔好化啦。因為你哋忙係咪啊？多嘢接住。唔識化不如唔好化啦。而且咧，係咪即係想像中講到咁？唔係喎，嗰陣時我哋人工係高喎，威仔嚇。好手鬆㗎。係啊，好手鬆。我到而家都未捱翻嗰個數喎。就因為手鬆，所以我而家咪爭條數咪大咯。係使開咗啊！即係人工係高嘅。肥仔最中意就係做財神嘅，過年節目我最中意做主持嘅。因為好多錢㗎，100蚊利是。係啊！我哋嗰封啊都係100蚊利是㗎，哇！你哋又好啦，我哋5蚊咋。係咩？即係因為聽到好似成日都覺得好似個 budget 好緊張咁樣，因為頭先咧見到阿老闆出現嘅時候，我見到咧就係。阿 Cat 同埋 Rosalie 開始已經係自習，好似有好多嘢講咁樣，係咪？係咯。因為我哋嚟的時候啦，咁啊跟住又澳洲幫啦，咁啊又到邱生啦。咁我最記得咧就係新年嗰陣時咧派利是咧，咁啊邱生咧就會派佢銀行嗰啲5蚊嘅 coupon 禮券。咁仲有喎，佢俾你嗰時你揸住望住望一望你，睇你有冇攞咗先啊？佢居然俾多咗你。同諗法唔同嘅諗法係派完又派。佢明知係俾咗你㗎，咁我一句説話，諗法我頭先講啲中學説話同頭先講嗰啲唔同㗎，值得係啊，俾到你㗎啦。我哋仲要去銀行度開個戶口先至可以攞嗰張禮券。我哋通常唔係俾埋啲同事一齊攞咯，佢哋。但係我覺得邱生咧係有呢個先見之明啊，當年已經係有呢個環保嘅意識。係啊，其實好似話廁紙都要用2格啊，限住。頭先話1格嘅唔係，一格就一格真係有。我哋自己帶定啦。係咯，即係都自己會帶嘅呢啲，以備不時之需。繼續攞5蚊啦。繼續俾埋人啦。我哋今日咧好高興請到咁多位嚟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繼續傾過。
亞視點樣捧出唔少紅星呢？同無線大戰連場有幾激烈？等陣繼續識別亞視。今日喺無線獨當一面嘅花旦有唔少出身亞視，唔少演藝界嘅紅人都係由呢一個電視台製造出嚟㗎。香港電視界一姐汪明荃就係出身於67年嘅麗的電視第一期訓練班，成績優異，未畢業已經擔當主持拍劇。喺麗的嗰3年幾咧，的確係我一個好寶貴嘅一個即係一個基礎嚟嘅。而黃淑儀就曾經就讀第2期訓練班。同屬3大亞姐嘅李思琪，亦都係70年代初曾經效力麗的。仲有麗的合約歌星葉德嫻，曾經客串演出劇集。出身無線嘅 Ben 仕航都跳槽過麗的一段時期。你仲有一沓香魚相片喺我度。連大俠秋官亦都化身諸葛亮，展現風流倜儻嘅一面。不過麗的同亞視亦都捧出自己嘅當家小生花旦，好似被認為氣質獨特嘅馬敏儀、文靜賢淑嘅李影。提到首席當家花旦就係由街市過檔嘅米雪，佢嘅產量十分豐富。做官係點啊？我唔稀罕啦。如果要我同一個冇感情嘅人成親，你個點對佢成世喎？米雪古裝造型嬌俏，拍戲以古裝居多，而且拍檔往往係佢。阿姐已經應承咗離婚事。邊個話嫁俾你㗎？你咯。哎呀，仲未講嚟㗎係咪啊？當年無線嘅熒幕情侶好多，亞視偏少，可以成功製造一對的確難得。今日貴為宇宙最強嘅甄子丹，當年喺亞視已經大 show 強勁身手，以1敵40。我話俾你哋知，咪都話俾人知。仲有今日隻手可以嘅張家輝，做喜怒哀樂4個表情俾我睇。你考我啊？佢監製我冇講話喜怒哀樂啊，武俠巨星我都仲得啊！家輝話：當年喺亞視拍劇相當泄氣。喺亞視嗰個年代，我係好心理唔平衡嘅一樣嘢，就係我好努力，我好瞓身去瘋狂為我工作，但係即係時間耐咗咧，都慢慢冇辦法，你自己都唔到嗰個事實係冇人睇。佢喺電視熒光幕嘅首次都係喺麗的電視出現，參加新秀歌唱比賽嘅前2年，梅艷芳已經同姐姐一齊做特約演員，喺呢一出《人在江湖》入面做武小姐。你攞住你咁身啊！而家係指住你個名咩？自認嗱嚇！再講啊，信唔信我打你啦？仲有佢，留意後面嗰位就係星爺啦。參參見公主，願公主千歲千歲千千歲。平身。謝公主。當年飾演琴師得3句對白，正宗行行企企。星爺後嚟先至入無線藝員訓練班，大放光芒。好，就你彈一次俾我聽。哇，好精彩！好精彩！其實亞視的而且確係捧紅過唔少紅星嘅，即係不如問一問米雪姐先，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咁多本雜誌啊，封面都係你啦，即係你最有資格答嘅。你覺得喺亞視入邊走紅嘅話，要具備啲咩條件，同埋佢哋點捧一個藝人出嚟？嗱，其實咧，先要讚一讚啲藝員同事，台前幕後個個都好齊心合力，真係試過24小時不停喺度拍，咁呢個係真係要充滿精力，要養好個精神，仲要咧拍極都冇眼套喎。係咯，後生嘛，後生嘛，佢係即係個個都呢啲冚唪唥都係24小時冇瞓覺咁繼續喺度不停喺度拍嘅。咁即係咁又要打得啦，又要講得啦，又要跳得啦嚇。但係其實如果要紅，唔係亞洲電視、麗的電視啊，所有電視台都係咁噶啦，係咪？所係要捱嘅，你紅就係要咁噶啦。即電視製作就係咁，就係咁啦。所以好多人都頂唔順，後期都逃走晒，走出去電影圈啊！但係咧，好似個片段家輝講過就係話，係啊，好努力，但係去到話一個位泄氣就係話，其實係咪真係咁多人睇喎？好似付出同個收穫就真係有一段好大距離。呢個你哋有咩會唔會都係咁樣覺得？都唔係啊，好多人睇我啊都。好多人識㗎，係啊。好多監製睇你咯，觀眾又。可能嗰陣冇機會做兒童節目咧嚇，1年365日300日都喺度播，咁啊終於都係有人睇嘅。咁所以我見姐姐個名咧都有人
人知道下咁樣咯。賢哥哥咧，賢哥哥因為嗰陣時你都拍咗好耐嘅節目啦，跟住然之後去到中環四海先有人係嗌得出你嘅名係咪？冇辦法呢樣嘢，我哋真係完全唔知點解嘅，因為我哋最早期嘅時候咧，即係熒幕裏邊真係成日見到我哋，但係咧出街嘅時候咧，嗰啲人就淨係見到你個樣，佢就硬係覺得認得你。第一時間嘅時候咧，佢又唔知道你喺邊度嚟嘅，咁啊通常都講住咧電視，我哋成日都喺度好煩咁咩電視啫，係咪你個電視嚟啊？身形好似個電視咁啊？電視機。跟住後來咧就開始好啲啦，就記得你係亞洲電視嘅，咁啊成日都叫你亞洲電視，我成日以為我有個 logo 喺個面口度係咁啊肥仔型嘅肥仔，真係肥都係後來㗎啦已經。佢家亞視之寶啊！直到咧就係即係做我就係呢個我來自潮州嘅時候咧，我來自潮州嗰陣時真係可能咧喺內地真係好受歡迎，咁啊當其時咧即係令到膾炙人口咧，就喺內地已經開始有人認識我哋，即係已經認識過我哋啊！指住歐錦棠啊，唔係指住我歐錦棠啊，指住我個名啊，起碼佢哋都就算唔記得我哋個名咧，都會記得。尤其是我個名，我叫朱潤啊嘛，套戲裏邊到而家咧，即係內地嘅人咧都仲係叫我最朱潤嘅而家，好奇怪。咁啊，但係咧香港都仲未識，但係咧就真係做完呢個中環四海之後。好開心，真係即係誠目各位觀眾後外真係開始認得我，只係叫我就識啊！都電視養到你肥肥白白。先講咧，咁多熒幕情侶，因為你嗱講真人數唔係咁多，變咗哇嚟嚟去去都係咁樣合作，啲熒幕情侶係咪就係咁樣即係產生出嚟㗎？呢個情型侶過啦，呢個係型侶過啦，同佢兩個拍過啦，有關係。但係冇緋聞㗎喎。我哋冇緋聞過。唔興呢啲嘢。米雪姐同埋松哥就係第一代啊！呢個哇做出嚟嘅熒幕情侶。呢個係因為拍得多啦，咁又萬梓良啦，咁又同我哋但係仲冇傳過緋聞，嘴都冇嘴過，嗰時唔興，係好遺憾係咪？好啦，咁呢個時候又睇下咧，哇！嗰陣時電視大戰都係好激烈啊嚇！收視從來都係電視台爭奪嘅本錢，無線亞視節目對壘無數。婦女烹飪節目你出你睇，黎的以方太助陣，後來由煮餸升格轉為個人訪談節目。兒童節目你有譚玉英孭飛嘅閃電傳真機，呢一邊就推出一個揸住大錘不守傳統規範嘅德尊老師。我做兒童節目啊，係做咗120日咋，個風魔全香港啊！真係㗎！去我學校咧，就個個要學校上課咁，一起身就叫德尊老師早晨，落堂啊德尊老師拜拜。無線73年開始選港姐，亞視遲咗12年先至舉行選美，但一樣誕生唔少明星，最代表莫過於被倪匡譽為美女中嘅美女利智。當年有人話港姐專揀大家閨秀，而亞姐以美貌行先，各位又同唔同意啊？喺呢個訪問中途，由一盤散沙變成一盤小散沙。左邊有個咪牌伸咗出嚟，冇錯，佢就係94年由大姐明為首嘅資訊節目《今日睇真啲》。喺好多社會娛樂新聞報導片段，都會見到《今日睇真啲》大戰城市追擊。《今日睇真啲》曾經一度冚贏城市追擊，以解剖羅茲威爾外星人奪得35點收視，成績輝煌。可惜第一集拖到第5集先至解剖外星人，被批評重複又重複。數到最激烈一戰都係呢場，唔係人哋會睇小你㗎。去到第28集，輪流轉突然完結，成為無線電視史上首個腰斬嘅劇集。80年，麗的推出千帆並舉嘅宣傳活動，推出3線劇。第一線係以鄉土為題嘅《大地恩情》，一推出口碑同收視佔上風。到最後呢個收視非常之成功，尤其是喺7點鐘嗰個大地恩情咧，我就係迫使到對台嘅輪流轉咧係要腰斬，而我就係取得咗咧55%嘅收視。咁呢個亦都係歷史上啊無線咧係第一次咧腰斬節目嚟逃避我哋攻勢，所以當時咧我哋個台嘅上下咧都非常之雀躍同埋興奮。麗的開足節記招，喺電視上嗌出呢一句口號，以狂風掃落葉嘅姿態將對手連根拔起。咁因為咁樣囂張咧，就係係促使到啊有好多係保護呢個大無線精神啊嘅觀眾咧就反感，所以因此而令到我收視咧就係馬上立竿見影地係流失咗好多。最後無線出黃牌，以鎮台之寶汪明荃掛帥嘅千王之王先至收復失地。場場電視大戰，無論輸贏都好，都打得落花流水，精彩絕倫。
哇！講起嗰隻嘅羅斯威爾咧，真係令人又愛又恨啊！嗰個外星人咧，搞到我咧係追咗5晚先睇到。其實大聲兵點解當年咧係要搞5晚先至劏到落隻外星人嗰度咧嚇？呢個咧就係即係幕後嘅精英啦，一個策劃嚟嘅，一個即係手段啦，咁樣吸引啲觀眾連續咁睇咯。因為佢咧一般嚟講，綜合性節目係一個禮拜1晚㗎，但係佢唔係啊嘛，佢係5晚嘛，咁所以咪希望啲觀眾連續睇咯。咁不過你咪話喎，呢個好成功喎，由當年到而家20零年啦，一直鬧到而家喎。出到街仲有人只有紙鼻喎，我都成個禮拜又唔劏唔劏。仲話係咪真㗎？嗰個劏咗點啊？咁我話你自己諗啦。你當年都鬥得好激烈啊！其實冇開頭冇得鬥嘅，開頭根本就係我哋今日就將呢一路喺度做嘅，做咗一輪咁就係即係你哋呢邊咧就係覺得可以。都做埋一份喎，咁於是就做咯，咁就有得鬥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 OK 喎，因為點解咧？你係即係有競爭有進步嘛，而且良性競爭啊，咁我哋先至直租啊嘛。台前幕後咁先有人爭啊嘛。因為得一個台咁就死啦。你哋有資源，我哋有鬥心，你知唔知啊？我哋架車咧以前咧一定有一個咪牌擺喺架車度，有一件背心擺喺架車度，然之後一部 portable 嘅機咧，一有咩喺街上邊見到咩嘢，即刻着衫即刻出嚟自己訪問自己拍。你呢咪牌都好似有好多背後嘅故事喎，係咪啊？以前啲咪牌夾得唔係咁實㗎，我記得有一次去即係採訪一個咧跌咗個細路仔落樓嗰啲咧，個咪牌訪問啦，即係跌咗落去個腦漿嗰度，係啊，咁又要攞翻上嚟，又要繼續做，咁唯有咁抹一抹咁繼續做。咁又唔使抹我度嘅。係啊，經歷咧，今日睇真啲嘅經歷好多好特別嘅事件嘅，呢個係真嘅。好似當年咧就係長哥佢哋屋企嘅爭產嘅事件咧，哇！我哋啲同事啊，真係幾日幾夜咁啊踎喺佢屋企門口嘅大廈，咁都好陰功嘅。有一次咧就係新年啊，新年年初一咁，我打俾嗰啲踎喺度你都有今日啦。咁樣啊！因為聽講咧，你啊梗係坐廠啦，但係你都出過外景，你好憎出外景喎嗰陣時係咪？唔係啊，一開始嗰時冚冷都係我出外景啊。咁咧過咗一段之後，咁啊唔同嘅同事一齊入嚟，俾啲機會佢哋啫嘛。我出外景，我覺得先至好，你親身感受到。你坐堂你自己都唔知究竟出邊發生咩事。同埋出外景咧都係好開心啊！雖然話好長時間，咁我通常就係1年至到24咁樣啦。咁但係咧嗰個睇真啲精神咧就係嗰陣咧培養出嚟㗎。兼且就加埋呢個亞視精神啦嚇！我最記得咧就係咧訪問阿長嫂咁樣啦，我哋直頭要睇真啲埋佢嗰個生理狀況，知唔知啊？查實你嗰句説話嘅話，你係點解會咁樣問嘅？你即係關注威塔嗰個意思去問嘅，咁阿威塔要我咁問，咁我梗係要照做㗎啦。乜嘢生理狀況啊？演繹嘅你停經未啊？其實有陣時咧，啲威塔比較年青啲嘅，即係人情世故唔係好曉嘅。有陣時佢寫一啲嘢叫我哋問啲苦主死咗個仔，你而家感覺點？喂，嗰班人而家咪喺呢度啊！好長氣啊！其實好多亞視嘅精英咧，嗱台前嘅就喺度，好多幕後啊，都起晒度，深入晒我哋唔同嘅階層都話有競爭有進步咯，大家互相咁樣交流下咁咪幾好咯。好啦，最後嘅時候咧，好多謝晒咁多位今日嚟到我哋東張西望嘅兩場，多謝晒。我哋一繼續傾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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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稍後請收睇《愛回家》。